阿皮甲阿敏。好起来啊！吼，今仔日是恁为阿母身躯边毕业，要随人独立生活的日子。自即马，恁爱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。阿皮的目睭铁甲大大泪讲：哇！我敢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！伊随精神百倍徛停停，欢喜甲玲珑洗10外年了，那头壳袂闲，搁冲去树仔骹讲来讲去。阿敏自站着看身困袂落眠，目睭皮微微啊铁开，搁想要加困寡，讲我无爱毕业，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阵。养母啊嘛放袂落心。